带大家关心建主席上新的现场画面，外交部会正固定时间开记者会，邀请台日关系协会来参加。针对泉州公主号游船有台湾的负责人确定为着武汉肺炎，嘛说明上新的情形。赶紧来听台日关系协会秘书长上新的讲法。这个今天确诊的10例当中，日本人4位，美国人2位，加拿大2位，纽西兰1位，还有台湾人1位，哦。那这个确诊的病例呢，他们都已经送到这个神奈川县的医院里面隔离治疗，现在正在治疗当中。那他们的讯息也都是由后生劳动省统一发布，这个要得到这个更详细的资料，实在是比较困难。我们都是透过交流协会的协助呢，从旁帮我们收集一些有关的资讯。那么同时，我们横滨办事处也跟这个船务公司这个邮轮的这个船公司呢密切联系。那么如果说我国乘客里面有什么需求的话，我们就透过这个船公司呢希望能够迅速提供协助。现在就是乘客当中，像我们这个横滨办事处表示啊，这个不是乘客的家属在台湾的家属打电话到横滨去啊，说是他母亲呢在船内啊，因为年纪比较大，因为比较年迈啊，每天有这个必须要服药，那恐怕他携带的药量不够，那希望我们看能不能协助把这个药送进去。那因为现在他已经这个船只整船受到隔离，所以我们办事处呢跟这个邮轮公司联络。那么邮轮公司也答应说愿意请他们家属把药寄到邮轮公司之后呢，他们公司会派人把它送进去，这个给他的母亲使用。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目前这个已经确诊的国人啊，那目前是说在这个日本神奈川这边医院做隔离治疗，那目前没有说像所谓的那个送回台湾的这个必要或者是要求哈，目前还是以在日本当地做治疗为主，是我想确认。目前还没有，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接触到本人，也不知道他本人的意愿啊，所以我们现在都还在了解当中。那通常按照日本的做法，他是在这个确定已经受到感染以后，他不会轻易让你离境的，他一定要隔离治疗。这个已经痊愈之后，才能够这个允许他出境，啊，那当然我们也会密切注意他这个治疗的情形啊，跟日本的行政单位保持联系，然后也去希望能够早日得到他本人的意愿，看怎么样，我们再进一步跟日本的行政单位来沟通。